日嚟到沙田馬場，唔係教大家點樣買馬，我係嚟試下呢一間唔使做馬會會員都可以訂座嘅餐廳起馬當先。每逢賽馬日，不管係沙田或者跑馬地，都會開放俾大家可以預訂。大多數都會係喺賽馬日前2個星期就可以喺網上進行預訂啦。起馬當先係屬於半自助式嘅餐廳，每位嘅收費同埋自助餐供應時間都會按唔同嘅賽事日有所唔同。仲有一點大家要留意，大堂係有分中文同英文嘅旁述區，所以大家做預訂嘅時候記得睇清楚。起馬當先嘅裝修風格係走英倫農舍風，大堂中央有一盞大嘅吊燈同埋馬蹄形嘅吧台，場內有好多位置都有電視直播賽事，有部分嘅用餐區會有獨立嘅電視提供賽馬資訊。靠窗嘅附近仲有一張特色嘅粉紅台。2樓就係洗手間同埋包廂房。起馬當先嘅自助餐係半自助形式，前菜、甜品係任食嘅，再配一款即叫即整嘅主菜。自助區嘅食物勝在精而不亂，可以食下嘢又睇下馬。雖然食物唔算超級多款，但係勝在佢嘅質素穩定，再融入埋賽馬氣氛，同埋有好多打卡位，反而係呢度最大嘅賣點。喺自助餐嘅時段就會提供橙汁同埋蘋果汁，當然最尾就會有咖啡或茶供應啦。主菜有5樣嘢俾大家揀，有2樣就唔需要加錢，咖喱羊配飯同埋素菇漢堡。如果想食魚、牛或者海鮮就要加錢啦。呢方面我就覺得可以改善一下，將咖喱羊改為咖喱雞或者豬，咁會唔會大眾快啲呢？嚟呢度當然唔係淨係食嘢，當然要睇馬啦。同賽規劃唔多，咁啊代之而起係天天更好啊！外面超風速追呢，入面想法嘅如果想買馬，喺餐廳裏邊已經有籌注嘅地方，除咗有馬睇，喺指定嘅時間仲有賽馬101新手教學，大家聽完仲可以收到紀念品添。除咗起馬當先，每逢賽馬日其實都仲有其他餐廳可以俾大家揀。我自己就幾中意呢一個體驗啦，大家如果有興趣都試下。大家如果中意我呢條片，歡迎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。